目前全台湾是3级防疫，真侪公共设施拢暂停服务。关心加油的民间团体表示，伫咧台北车头的饮水机，即马拢是封起来，真侪加油想要滴水，却拢爱四界找。虽然台北市政府有发控泉水，不过一天是较无够一罐，热天时啊有影是无够啉。台北车头的饮水机为着防疫，直接甲封起来。附近的加油向东台漂白协会订正讲，自顶礼拜日就发现车头甲地下街饮水设备拢无通用，想要啉水就要四界来找。这种热天实在是接载袂了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你把台北车站的饮水机，还有地下街的饮水机全部都停掉，那你叫这些游民要去哪里？到哪里去喝水？而且现在物资又比之前少很多，几乎已经快断掉了。那我们都是一个人抽几十块去网咖洗澡，现在网咖也关闭，水的话变成说台北车站的饮水机全部都关闭。那假如像我们慢性病的要吃药的，没水没办法洗澡，该怎么办？因为全台湾3级防疫警戒，加油本地生活需求嘛拄着困难。水的问题，市府虽然有派社工甲民间团体来发控泉水，不过一礼拜这4罐是无够啉。物资方面拢是胖，也是饼等等的，无烧水就无法度食泡面。对因来讲，要食一顿烧的是真困难。在香港或者是说世卫组织里面，它其实也有提到的一个方式是说，例如我们在饮水机的部分，我们要去做好就是公共卫生安全的管理。那例如说要实施出口水的一个消毒，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培训志工在那边，然后将那个饮水机可以去做好有关于公卫的一个防护。台湾东台漂白协会认为，台北市政府的做法太过极端，看是毋是有法度来做调整。市政府中正社福中心表示讲，即卖疫情严重，志工甲工作人员减少，物资的发放嘛较有限。饮用水部分当咧协调代替，看是毋是有所在会当囤矿泉水，互加油一摆会当摕较侪罐。不过食食的部分，因为考虑伫外口食便当，无防护设施会有防疫的问题，还阁想其他的办法，希望大家互相体谅，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